后来继续来到南投的西池乡，有一条发电的引水道向天转，有一阵不明的人士在12大桶的河流，一桶一桶倒落圳沟。甲因问讲，这是咧创啥咧？因个歹叫来回呛讲，因咧放生。地方的保育人士讲，这条圳沟的水是流去日月潭真蔡流，根本就无适合鱼仔类的生存。像因安尼做，根本毋是咧放生，是咧杀生，甚至会造成生态的危机。 6、7个大人扛一桶一桶柑仔色的四角桶啊，向这个向天圳内面咧倒物件，内面拢是河流，总共有12桶。这个过程拢互顺手的队员看到。啊，恁若要倒鱼流创啥啦？足歹讲的，阮着放生啦。放生鱼流的不明团体唔插顺手队员，搁加呛，在地人表示讲，真正有人来这放生水鸡，搁有毒泉。规溪毋是嘛是污染掉啊，嘛是死啊。 地方保育人士表示讲，向天圳是日月潭台湾电厂的发电引水道，水会流入去日月潭，而且真蔡流，鱼啊拢袂活。水流这么湍急，它能够活吗？你说是要放生，我想应该是害了他们了。经过了解，放生河流的是私人团体，因为听讲会使用放生来改善健康，才甲几个朋友买河流来放生。依照南投县放生自治条例规定，若未放生，会使罚10万块以下罚款。 农业处已经掌握因的身份，会去甲因开罚单。